下一步已经想好了吗？我说现在是情绪是方面大，很大。院长，你刚刚送的那个帽子哦，你是祝他2020要冠军。反正他是大企业家，他有志于为国家、为群体、国民的，那我们祝他心想事成。那你的态度呢？你也是，如果他到时候出来选，你会不选吗？说顺着明年走，你现在叫我说什么？因为院长昨天这个就是私会跟这个国网的代表去中选会的时候问联署的事情啊，然后当时候蔡英文他有问到说是不是由郭董来当正的，就来代表参选总统。当时候蔡英文说应该是这样，那你认同？那是他们双边一直由市长这边要推郭董来出来参选，但是郭董他自己的立场，我想不久以后就会很清楚。那院长早他已经上跟你讲决定了吗？他已经跟你决定了吗？应该由他自己来讲一下。我跟你讲，刚刚在你们提谈到，反正应该是还没有做最后决定。他刚跟你说还没决定的对吧？是，你刚刚有问他吗？不，他刚才有稍微提一下子。他要选，只有轻轻的提一下，我们在问他内容。轻轻提到他要选，他怎么在？也没有讲说他要选啊，没有讲他要选。毕竟讲那种啊，轻轻的还在考虑。院长，如果他要所以有时候最慢9月17号就知道答案了，对不对？所以你们不用急。所以院长的决定也是等郭董决定之后，你自己也会做一个怎么样的决定？我现在要说，先看清楚的两边再说，所以我没有说我要什么。那下次有没有安排3位在一起在同一框的机会？现在还没有这个构想吧。所以如果郭董邀请您当副手的话，会考虑？那老早说不可能考虑，我说绝对不会去当副手的。那院长会帮助他吗？你会用什么样的形式帮他吗？到时候再说，现在要怎么说都是言之过早，一些情绪都还没有定调，那一些主体都还没有定调，你怎么去讲未来的事情？院长，你刚说不久之后就知道，这样会不会影响到影响到您的决定啊？因为不久之后17号大家都，万一他17号才决定，他什么时候才决定？那我说我就顺着1年走嘛，该决定的时候总会决定。好，现在院长，我觉得院长今天算是脱稿演出吗？晚上讲蛮多国家愿景，这是脱稿演出，就本来是打算要跟郭董真的是。没有啊，那什么脱稿演出，我哪里有？今天早上7点50才手要开，借这个机会，我要讲给国人大家了解一下。是你这个国家是要这么样治的啦，不是天天在那个小的题目在那边做文章的，这对国家有什么好处？好处是有，只有一点点啦。我现在所讲的是考量整个国家的这个大环境，国家大环境你没有处理好，谁的责任？当时总统的责任。所以国家领导一定要创造一个最美好的，使国家安全、使社会安定的、使经济能够顺利发展的、发挥的这样一个大环境，这才是总统的职责。院长，你自己在执行吗？如果我参选的话，当然是我要执行这样子的。